冇話自己有份啦，咁嘅演唱會咧，聽講馬來西亞嗰邊啲親戚朋友全部轟炸你喎，係咪？係㗎，全部都私底下咁樣去問我，因為問咗我哋嘅後會之後咧，因為嗰啲 message 佢哋覆緊嘅時候係好頻繁咁覆嘅。係。咁有陣時咧，佢哋覺得好慢啊，自己嚟問。要靠你啊嚇，幫下佢哋。我都好努力去爭取，因為一飛難求啊，一票難求啊，而家真係。OK， 咁但係我哋嘅海豚粉買到票未啊？買到票未啊？其實係㗎，因為我哋私底下咧，都有同你講過咁佢哋海豚粉啊嘛，係咪可以連係用海豚音去嗌一嗌口號嘅？有咩口號嗌？可以啊！可以嘅，企起身啦，睇下先。哇，好自信！咁你攞個丹田去逼個海豚音出嚟。嗌個咩口號嚟？即刻嚟！你哋試下我話 Alex 咧。好，你大力啊，預備！廣州真人，絕對萬能㗎喎！呢個好似唔係我哋原先講嘅海豚音嚟㗎，係嘛 ？OK，嗱，到時候我覺得仲有時間嘅，因為演唱會大家都喺度籌備當中啊！我哋到時海豚音咧都要俾你哋一個展現下海豚音嘅機會。係㗎。係啦，但係大家喺度練習嘅時候唔緊要，因為好歌仍然有得聽嘅，即刻將時間交俾黃真真啊！大家都非常之熟悉嘅一首愛我吧，希望你中意。可不可不要就要歸家？可不可不說話只一啞巴？憂鬱給我好嗎？灰色給我好嗎？只想今晚集盡愛我吧。始終人生不必只有錯或對，相信我共你，只在這怕去地上無氣場。相信我共你，只在這刻去地上。